好，休假吼，开始上班。咱对1646年4月初7开始读起吼。应该拢好势吼。4月初7，好天，吹西风。有一只芳船对丹岛来遮吼，坐6个人，载有120担的茶。三队呢，有一只芳船出航前往西那沿海，坐44个人，载去下日的物件，4篮的鹿仔肉，19担的细只鱼仔，32担藤甲5条帝王鱼。4月初8，风甲天气像昨昏，有一只芳船对南部的淡水来遮入港，坐7个西那人，载来100担的茶甲6担的小鱼。也有一只芳船对丹岛来遮，坐6个人，载来9担的茶。4月初9，即嘛是清世祖顺治3年啦吼，伫西那遐吼，明帝国已经亡国3冬啊吼，要3冬啊啦。但是个西班牙咧生意着搁做，到当位也袂开好吼，做袂起来。4月初9，天气还好，但是有淡薄仔乌阴，风对东南风吹来。有一只芳船出航，要去淡水载茶，坐5个人，也有2只芳船对西那沿海来到遮，坐52个西那人，载来下日的物件：2包西菱，292包麻布，2盒金丝，3担油脂，204担糖，54袋米，甲4篮加炼过的丝。安尼尔，拢足少吼，记足对。4月10号，晴朗的好天，有凉风对东方吹来，有一只芳船出航前往龙桥，坐16个人，只敢若载地床物。4月11，温暖而舒适的天气，风对西方吹来，有一只芳船对南部的淡水来遮入港，坐26个人，载有75担的小鱼，甲30担的茶。也有3只芳船对西那沿海来遮，合计坐226人，载来下日的好物：30捆的棒，345袋米，14篮面粉，50担盐，94篮乌糖，1000袋庄仔。20篮番薯，35罐白菜头，35罐菜头啦吼，158担白肉，16担油脂，108篮的冰糖，2800罐的鲜仔麦仔酒，16篮的茴香，4担油，15袋土豆，39袋猪仔，应该切啦吼，2000支蜡烛。1500捆粗肥仔，甲400个肥仔的地砖。4月12，风甲天气如同昨昏。下晡边头迄阵 ，Golden Guns 号来即个城堡头前停泊时，昨昏航离开边湖，载来大量的石头。有一只芳船出航前往 Dorenap。当然也就落港啦吼，只敢若载地床物，坐9个人。也有下日的船只来遮入港，就是有一只芳船来自南部的淡水，载小细粒圆石头仔来吼，坐有14个人。也有9只芳船来自西那沿海，坐266个西那人，载来下日的好物：730担的冰糖，450担的砂糖，93担的乌糖
167包麻布，13包茴香，2盒茶米，14袋土豆，6袋要即个激酒的即个籽吼，叫即个阿拉酒的即种籽，2担油，3130罐西那贝亚酒，160包薰草，180捆茶帮，70罐糖，24个空的水管啊，274担盐，19篮白青丝，3篮西西，9篮加链过的丝，129袋米，3500袋庄啊，25篮面粉，2担半油脂，240欠单位无写单位的树皮，20包粗的纸，60箱丝膜啊，140箱面膜啊，1600片要做糖桶的茶帮，370支蜡烛，2担铁钉，4罐生过的即个菜头，50錠黄金，6盒茭铃甲6篮的各种布料。今仔日迄只租用的篷船出发前往避难，要去载收集到的即个贡士。借即个机会写一张批去，互阮派驻伫遐的 James Vandenberg， 内容是如下吼，内容要记如下：阮船沙巴村庄的人，按照因的请求去边地遐徛起，也阮船 Supra 村庄的人，若是讲完全无法度。放杀因的计划吼，就会当去搬去和阿兰村庄的人甲沙巴村庄的人共徛起伫遐。马太湾的居民，若是要来请求要和公司和好，会当暂时来接受，只要因继续和阮的盟友来友善来往，无任何人来施暴。伊要命令西边村庄的人不得为难塔拉瓦迪村庄的人，搁较袂当去攻打因，以免来掠去阮的生气，如同最近马太湾村庄发生去安尼。阮也认为讲拉波比卡尔村庄的人会当去和其他村庄的人共大，甘心顺服因的长老。毋过，如果袂当安尼来决定，阮也是会允准因来边地建造因家己的即个厝，因为公司也是较欢喜看到讲即寡人来住伫适当的所在、交通利便的所在，无欢喜因去住伫山里，也命令因爱努力爱拍拼，互即个 Regnus 甲 Turtle 的人，若是有可能啦吼。搁会当转来避难遮同齐踮遐住。此外嘛，命令因讲爱将迄边命令伊啦，应该是伊就是迄个带兵伫遮，即个 James Van Burden 吼，即个。此外命令伊讲爱将迄边所收集到的贡士，无论是鹿皮也是切啊，拢爱用上述的篷船，尽量较紧来载转来遮。阮也命令该船载避难所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的需用品去遐。如果因为种种的原因，阮已经决定延期举行伫遐的，就是伫东部的地方会议。因此命令伊爱好好处理一切代志，爱继续来亲切对待遐的人，善待因，以便拿甲因来甲因求来阮这边。此外，伊也爱对伊现在有的士兵当中来派一个较有才调的吼，较稳重的人去住伫沙巴遐来学习迄个地区的语言等等。4月13，好天风向多变，早起边对船舰好来遮靠岸，要来。对甲偏好所在来石头甲落来，也有下日的篷船来到遮，就是有一只对担到来，载来100担的茶，
载5个死仔人，有2只对下淡水来，载39个人，再来200担的柴、50担的小鱼，甲30袋米。今仔日伫佛摩萨辖区内的所有的村庄、湖、河流等等，由场馆甲议会发予出价上悬的人来经营1年，就是即个因即个开标啦吼，拨出去就对啦吼，要拨卖即寡产业啦吼，村庄、湖、河流吼。湖鳖啦吼，台湾是讲鳖啦，水池啊鳖啦吼。即个比例吼，各位即马看伫个台湾地图，你若看着地名吼，传统地名，什么坡，你若写一个什么坡，山坡吼，山坡地迄个坡里吼，其实迄应该拢是爱读鳖。读鳖吼，鳖是就是讲水池啊啦吼。啊，为虾米会不明明就是一窟水，哪会变做一个山峦吼？这是汉字影响啊，汉字所地搞变安尼吼。就是一开始是写皮嘛吼，皮是有诶是写一个就是。这外语我拄晓了吼，就是读鳖，然后一个纪念鳖，迄个鳖，但是伊毋是石头边，是土里边吼，即种鳖。但是有诶，即个汉字诶写法写做一个皮里，但是边仔是一个，比如讲挂一个耳仔，即种皮里吼，即种鳖啦吼，外语读皮啦吼。啊，就是迄种鳖诶写法无共，啊有诶就写我拄则讲迄个皮肤诶皮边仔挂一个。鱼空安尼吼，啊有诶就写一个皮肤诶皮边仔，甲一个即个土里边吼，啊伊嘛是台语读做鳖啦吼，但是华语就是变山坡地坡去啊吼，所以变做讲有诶所在什么鳖，它变做什么坡吼，所以它颠倒诶意思拢完全无共去吼，所以你若你看这台湾的地名的时候，你都要小注意一下吼。我查一下阮伫北遮啦吼，番仔鳖，伫北番仔鳖等下吼，番鳖吼，你若看Google 地图吼，伊就是写做番仔坡吼，这个华语读做番仔坡吼。啊，但是这绝对毋是番仔坡吼，你是在地人吼，读做番仔坡吼，都是毋对去啊吼，完全意思拢毋对去啊吼。等下我要安怎甲即个？好，安尼看较清楚吼，就是写番仔坡吼，番仔坡啦吼，但是其实是读做番仔鳖吼。要按怎看讲伊是鳖毋是坡呢？我看有地形图无？地形图看袂解出来了吼。这个卫星图嘛，看袂解出来吼，看袂出讲这是一个较低的所在。伊这是足活，番仔鳖是足活伫即个，阮叫后壁溪红山溪遮吼，所以这地势无可能是偌悬的所在啦吼，伊较活溪，较活即个溪边嘛吼，我都有通看。另外我看还有啥物所在？
新丰遮可能新丰湖口遮可能较侪，因为遮较侪鳖嘛，较侪即个水滴啊咯。但是我一时啊，因为我对遐无毋是讲介熟吼，我多做这个。好，我即个例讲到遮就好了吼，就是你爱知影有即个小可有即个概念吼。我做无我。好食吼。好，咱继续看吼，讲今仔日伫佛罗摩萨公司辖区内底所有的村庄、水比、河流等等，由长官甲议会来发予出价相关，发一字中一字汉字无去吼，这应该是标啦吼，标出去予出价相关的人来经营一年，即伫歹势。伫迄当叫做北啦吼，北社即个北互出价相关的人来经营一年，的绩效呢是分别记载伫下底。好，来咱来看一下哈，看一个砖头伊安尼北互做出去吼，一年哦，湖无人400里尔，新港305，我里尔都歹讲啊吼，小人410吼，所以小人上悬啦吼。等下，佫有较悬的吼，麻豆690，小人410，大目江200，目加流丸315，麻豆690。上悬就是意思，迄个所在会当抽射抽较悬嘛。伊绑互伊标出去了后，是你固定，比如讲你绑箱甲绑落来了后，你一年690互伊吼。但是麻豆所有的收入啥？迄个收成啥吼，垃圾就归你来收就对啦，你来管安尼。税金的迄个比例偌济，我是毋知啦，袂记啊吼。我记敢若有规定啦吼，但是我袂记啊。我有印象，咱有读着吼，讲袂使先管到啥物程度安尼。好。无，我记得咱读过是讲袂使价到是啥物程度，无互迄个白相会了钱就对，袂使互因了啦，你爱互因包赢就对啦吼。好，因为伊就是用相关的计数来标啊嘛，你袂使搁互伊了吼。意思就是，我记得咱较早捌读过。好，大武人340，道路国330。地罗山650，哇！地罗山和麻豆要差不多啊吼。塔里木400，一个马其林 Torinap， 我袂记得马其林是啥物所在啊 ？Torinap 330。Guru and Clean Double 吼，就是大东路、小东路吼，这是我记得是伫个宝岛遐啦吼。马其林我就查一下，我袂记啊。宝岛的中华北岛吼，马其林社是巴布萨，即嘛复兴。番社村吼，到鹿港中华啦，复兴乡啦吼，人口差不多200外人。好，转来第七只，好，复兴遐吼330，二林410，本港溪300，小琉球岛70。即个市镇呢地点啦吼，我毋知是地点还是台中的吼，伊叫图珠吼，160吼，倒山骹的即个水比80，南场边仔的水比用3只3板25，多瓦下230，多古瓦250，德灿溪甲新港仔溪500，卡州就是本港附近的一个水比60，
上述所在附近的一个水边45，一个潭啦吼。南坎溪201，邦山109，牛麻180，龙桥280，放索啊207，家庭甲热热社290，麻里麻润380，大目连400，鸭猴380，塔楼甲塔达站520，合计是10120个。其中半数按照老方式，伫承包开始的时阵，就将用现款来缴纳，就是先纳钱啦吼。你标着了后，就爱纳啊。4月14。炎热的天气，风对西边吹来。今仔日根据本国6号决议迄道告示，伫法庭头前来宣告，并且伫应该有的所在来打出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下淡水，要去载茶甲鱼，坐有12个死仔人，也有一只篷船前往航往丹角，只敢若载底船门，载6个人。3队有5只篷船对死仔沿海来遮，合计坐241个人，载来2000吨砖仔，85担盐，500吨虾，5000吨虾，64篮乌糖，174稻米，3篮的面粉，78捆的茶棒，1000株的番薯栽，栽就是苗啦吼。53包薰草，60支蜡烛，40斤的桐油吼，桐油是安怎读？桐油吼。查一粒桐哩，桐啦吼，桐油，我感觉糖油吼，桐是文言读法，但是伊是读糖吼，糖油、糖籽油。查一下含哩，大哩大数点。糖籽、糖黑啦吼，糖油、糖油桶啊，对糖油就是今日不管是善恶，模仿爸母，地书造语共款的敬语吼，就是这华语个龙生龙，凤生凤吼，就是安尼吼。糖籽桶啊，对糖油吼，毋捌听过。好，这是糖油吼，因为这是伫台湾直接看到一种树啊吼，但是以我来讲，我其实是无介绍，因为伫这树啊是较活山的吼，阮遐其实就无即种树啊吼。敢若是3月的时阵，伊会开花。春天啦，伊会开花，白叶开白花，规片安尼，诚水啦吼。你若驶高速公路3号吼，经过关西即到位啊，这山区的时阵，你就看会到，应该看会到。所以我才想讲，查一下大理大书店看到底安怎讲。虽然我袂晓讲啦，叫做糖油。好，6担半的即个苎麻。我又搁袂记苎麻要哪读。相款找一个啊，大理大书店。地吼，地啊吼，地麻吼。其实这嘛爱记吼，因为这是台湾就直接看到吼。好，最后是2道要结酒，会结这个鸭肉酒的籽，4月15。晴朗舒适的天气，风对南方吹来。
有一只芳船航王打到15个死仔人，载去10包空眼布甲100罐的死仔麦仔酒。后下日船只来遮入港，就是有一只芳船来自打狗，再来1005担的茶甲1担的咸鱼。有2只芳船来自南部的淡水，再来18担的小鱼，5担打的沙鱼，甲5担盐。有一只芳船来自龙桥，再来181担的藤，甲150张落婆，合计坐40个人。这规工阮无用伫做军，由几啊生理人所再来取兑的商品来进行验货甲议价。4个16。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有一只芳船对南部的淡水来到遮，载来80担茶、14担小鱼，甲13个人。也有一只芳船航王片湖，要去载小燕石，坐9个死仔人。4个17。温暖的天气，风向多变。有一只芳船对南部的淡水来遮，再来40担茶甲28袋米吼。也有一只芳船对小琉球来遮，载椰子来，合计坐13个人。4个18。好天，有强风对南边吹来。4个19。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有一只芳船对南部的淡水来遮，载来100担的茶，坐6个人。4个20。好天，风向多变。4个21。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有下日的芳船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就是有一只航王小琉球要去载椰子，一只航王艋港要去掠鱼。一只航王烈士载去180担的小鱼，合计载63个人。4个22。炎热的天气，微风对南方吹来。有一只芳船航王打狗要去载茶甲鱼，坐5个人。也有2只芳船航王北部的淡水，合计坐25个人。载有下日的物件，载去淡水吼。80担盐，50篮乌糖，10罐阿拉酒。20袋烧麦，290罐生仔麦仔酒，2袋要结酒的纸，450包薰草，9个铁鞋仔、铁钉啦吼，9只细只猪仔，9只猪仔囝吼，600个椰子，1罐椰子油，10斤茴香，60匹空眼布，4桶姜糖甲8篮的面粉。4个23。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有一只芳船航王片湖要去载小燕石圆形的啦吼，一丸一丸的这种石头啊吼，载15个死仔人。今仔日收到团导 Hans Ohoff 对麻里麻轮寄来一张批，日期是本9月21号。麻里麻轮我敢若知影伫南路吼，无甲伊清楚是伫啥物所在，我看是查会着的。麻里麻轮，就是啊，下淡水社，吼，所以麻里麻轮就是下淡水社吼，红山北社、红山北社之一吼。东番记有记载小淡水。即嘛是啥物所在呢？淡水社，若无写啥物所在呢？人是直线吼，即个。麻里麻轮人写是直线吼，乾隆42年，社民去用迁徙去新东老悲哀，新东老悲哀啦吼。后来是因为伊个
刷去散落伫德田竹田乡吼，竹田我们是德田啊德产吼。狗仔墘、增加内埔乡、顶南、中南下南、老陂等等，下淡水峡谷地渐渐被翰林主导的下斜皮庄取代。虽然社名迁徙汉化，但是即马当地居民犹原称万丹乡乡下村做番社吼，所以应该是遮啦吼。老陂、万金、赤山、内埔吼、万丹，看一下地图者。地图咧，地图无去啊。毛里毛轮下淡水社吼。对遮无解释看袂到。新陂、潮州、南州、东港南边、嘉东，是伫倒位啊？对遮讲万丹啥？哎呀，只好查者吼，万丹。万丹伫遮，竹田伫遮边啊，内埔内埔伫遮吼，即9位啊，就是即马差不多屏东市南平遮啦吼，屏东县即9位啊啦吼。高雄大寮就是凤山搁较东吼。大寮边啊，即个各即个下淡水溪啊吼，各即个叫做啥物高屏溪吼，即边算高屏溪东岸即边啦。即我较早嘛是印象中当做是南北，其实应该是高屏溪，因为是对北南流安尼吼，所以是分做东岸、西岸吼。西岸是大寮，就高雄县吼；东岸就是屏东县吼，所以就是屏东县安尼啦吼。所以即个印象爱小改者，毋是南吼，是东吼。就是咱拄仔讲咧下淡水溪啥，其实拢是东才对吼。下淡水社、毛里毛轮遮啦吼，拢是东。到大寮搁较东迄边去吼。较早我一个朋友我伫咧新竹石头路，一个朋友是大寮人吼，伊外省囡仔，但是因老母是台湾人啦吼。伊算对妈妈大汉的嘛，安尼台语拢讲个足老的吼。伊若无讲，你毋知伊是外省囡仔吼，因为嘛伊拢惯势讲台语，佫讲啊足老的吼。你就含一般迄个庄脚，咱即个南部草地囡仔吼，差不多啦吼。住伫大寮遮啊，我为虾米提起伊呢？因妈妈互我印象就是足翻啊面吼，所以因即只吼我咧摇啦吼，即只应该是含即个遮尔早即历史吼，含即个汉人的即个可能淡薄仔透着血啦吼。好，咱转来日志遮，我日志个早对佫无去啊。哇，这真害哦！这我不拄好拢会去试着这。就是迄个，这个啥 ？Apple 即个 browser 设计啦，迄个顶头迄个 tab 的即个。标签啦，吼，含即个 type 标签含即个啥，算会当互你快速去
看网站的迄个叫啥物？不嘛bar吼，伤做伤烧伤顶下尔我说定然拢去饲毋着去，所以我本来咧看迄个网页拢去互饲走去吼。拄则是读到4月23了。哦对，4月23风甲天气愈动昨昏吼，有一只芳船，航王偏湖要去载细粒石头、圆石头吼，坐15个新仔人吼。拄则读到遮吼，讲今仔日收到团导 Hans Off 对马里马轮寄来一张批，数期是本9月21号，内容只敢若讲他老舍吼，他老村庄的即个学校教师 Jan Andriensen 迄天过身咯吼。伊佫讲上述的团导日常无用你设法要冲纳迄寡苏打路关村庄的强盗啦吼。为了即个目的，已经算土匪啦。为了即个目的呢，已经派侦探去探查因上接出入的所在。今仔日便对迄阵Gordon Gans 号也出航前拢淡水甲过人。商务员 Gabriel Hubbard 同船前往去淡水啦吼，要去遵照本9月6号的决议，要去迄边对几项代志来下达命令。上述的便对迄阵再有迄个2个所在所需要的货物甲现款，全部合计总价才是11号11000毫吨吼。阮趁即个机会写一张批去互下设商务员诺贝，甲阮所有的想法和命令，详细来甲伊讲，并且命令伊讲以后爱送货来遮，譬如讲涂炭、落坡、硫磺等等的物件。一定爱伫咧送货单顶头写明价数是偌济，安尼共款淡水所收到的11色啦、11色啦吼、贡色啦，以及其他的收入吼，拢一定爱清楚写明其支付的情形，以便互阮会当了解讲淡水家己承担的开支有偌济，家己享用的收入有偌济，来避免发生更较侪混乱等等。4个利息。早起有一撇乌阴，下晡就好天啊吼。风大部分是对南方吹来，有一只帆船对南边的淡水来遮，载来50担的茶，载6个人，也有一只帆船对片湖来遮，坐7个新仔人，载来47袋米、35担盐、2罐阿拉酒甲一篮糖。有下日的船只要对遮航王几个所在，就是一只帆船航王龙桥要去载石头，一只帆船航王打狗要去载茶，一只航王西南沿海载去54篮鹿仔肉、54篮硫磺、4袋大蚵啊、30担胡椒甲100担苏木，合计做46个人。也有一只帆船摕着阮的通行证，对遮航王占巴应该是越南嘛吼，占巴王国，再有50担天然过的硫磺，一批粗灰啊甲铁鞋啊，以及一寡其他的新仔杂货吼，坐有39个人，4个25。早起以及以后规工拢是也袂歹好天，乌阴天，风对北方吹来。有一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98个新仔人，再来余下的货物730人白糖，61篮乌糖，630袋米，8担蜡质的油脂，3桶的蜡质，40担白蜡60袋茴香，8篮面粉，1担油，9篮空眼布，15篮抹布，甲300片的茶棒，
也有一只庞船航王打到要去载来北上的货物，坐6个人，也有3只庞船航王梅诺啊，合计坐166个人载去余下的货物，1480斤打的小鱼，15篮打的小鱼，60担半的藤甲5篮的蚵仔。4月26，好天，乌阴天，风对南方吹来，有一只帆船对片湖来遮载来一大批的小圆石头啊。坐9个人，有一只帆船航往片湖，只敢若载地层坐15个新仔人，也有一只帆船航往龙桥要去买鱼，坐16个人。今仔日处理了几件情节轻微的犯罪案件等等。4月27号，晴朗舒适的天气，风向多变。有3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合计坐105个人载来余下的货物，130担盐，120稻米，5担糖，30个大的空罐啊，26,400罐鲜仔麦仔酒，甲200捆的茶棒。3队呢有下日的船只航往几个所在，就是有2只帆船航往北部的淡水，坐30个生仔人，载去300包的薰草，30匹空眼布，29篮糖，40张草树啊，甲150担盐，有2只帆船航往西南沿海。我拄则咧想，我拄咧想讲，伫台湾草树仔的量数是安怎讲？一张草树，应该是吼，一袋草树，怪怪吼，我袂记啊。有2只帆船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坐138个人，载有余下的货物，79篮鹿仔肉，4篮蚵仔，42担半的藤，10条的帝王鱼。10尾帝王鱼，6篮打的小鱼，以及一堆要对当中来取出硫磺的土，就是还佫无提炼的土啦吼，硫磺土。有一只帆船航往南部的淡水，只敢若载地层坐8个生仔人，也有一只北上的帆船出航前往德灿溪，坐22个生仔人，载去100担盐，100稻米，16篮糖甲80件白色的Kakingens布。伫咧即条上述的帆船呢，士官 Garrett Kasman 带领6个士兵共船要去遐，要遵照顶个月27号的决议去驻在迄边。今仔日，迄只租用的帆船对避难转来遮，载回福尔摩沙东岸收集到的即个矿石余下。有3425斤切啊，640张水落皮，135张中等级数的落皮，甲770张山羊皮。4月28，应该是张啦吼，草树啊，应该是张啦吼。4月28，风甲天气如同昨昏，也有2只帆船出航前往片湖要去载石头，坐有31个生仔人，也有3只帆船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坐62个人，载去余下的货物，31捆的藤，62担的大鱼，35担咸鱼，甲25篮鹿仔肉。有下日的船只吼来遮入港，就是有一只帆船来自即个片湖载石头仔来，有3只帆船来自西南沿海，合计坐81个人载来余下的货物，63担盐405捆茶棒500袋庄仔233稻米，40片粗大的茶棒18篮面粉3袋土豆70包薰草58篮糖2担油脂12袋吉酒的籽540个灰仔杯甲1000支蜡烛。我进前听陈导传说，因讲蜡条。4月29，炎热的天气，风对南方吹来。今仔日接到传道
Hans Orhoff 对模拟模轮寄来一张批，四期是今仔日。讲起着奉阮的命令去逮捕迄个巴巴拉斯村庄的长老，即南路迄个 Hans Orhoff 写吼，模拟模轮寄来吼。迄个长老叫做卡多瑞，将会由2个荷兰人押送来遮即个代志，互长老毋若会伊的家己的，应该是互长老啦，应该是该长老啦吼，让长老怪怪嘛，该长老吼，毋若伊家己的即个村民用武力炸除罗阿巴甲河顶顶的门，也塔拉拉比亚社的一个村民来共处12岁吼。即个塔拉拉比亚是伊管辖的吼，即个长老管辖的，迄个人逃走，上司的卡多瑞的部下吼，都用箭来射着迄个人吼。但是毋知影讲是毋是奉即个卡多瑞的命令来做吼，并且将迄个人以及因某的头壳甲扑落来，剁落来吼，因押送毋是头甲剁落来，那个押送即个受犯经过放索仔村庄的时阵，上司的奥霍夫被一群武装的佛罗摩萨人来攻打吼，毋知影是要创啥，就是即个官兵押送即个受犯经过放索仔村庄的时阵，后壁倒一群人吼。只会当讲，以后讲因是卡多里的朋友吼，为着要去除去即种互人不安的议论吼，所以奥霍就派遣2个荷兰人去卡瑞东干社吼村庄啦吼，去甲即个巴巴拉村庄讲，对即件代志毋免惊吓，因为公司会含因来紧密徛做伙，就是公司会足坚定来含因徛做伙吼，关系着苏达洛县的案吼，主要是关系着迄个谋杀者叫做戴西的案吼。上诉团都将会伫咧今仔日建龙遐，尽量较紧来结束即个案。4月30，4月最后一天啊吼，今仔日会当读5个啊吼。相当寒的天气，风对东北方吹来。今仔日有一只胖船航王片湖要去载石头，也有一只航王下淡水要去载茶甲鱼，做有17个人，即个17个新仔人。3队呢有下日的船只来遮入港，就是有2只对片湖来坐22个新仔人，再来大批的小圆石，有一只对小琉球再来野子。坐10个人，也有2只来自西南沿海，2只拢有载有68个人，再来余下的物件。30担盐1200罐西南麦酒，20稻米70捆，茶板500倒一庄仔27若青丝，8若西菱47箱西，4若天鹅绒5箱摇的绸。7若广东的布料，81包麻布，袂歹哦。今仔日算什么西菱、青丝吼、天鹅绒吼，即种布料拢有吼，麻布。较少就影啦吼，数量无介多。700担的冰糖甲70担的砂糖。今仔日写一张批去互团队 Hans Orhoff， 批呢抗议吼，尽量较紧来处理迄个。苏塔罗县村庄的迄个案件吼，就是迄个戴西去用杀死的迄个案件。戴西啦吼 ，TYSE 吼，就像处理即个卡多里的即个案件吼，即个长老等商讨好了后呢，安全来押送来即个城堡。我拄则看讲伊的头去用剁落来，因为较安全吼，所以伊无去头壳无去用剁来，是因某的头壳去用剁落来，可能。应该是安尼吼。5月初1，拄着听一声拄是有人入来哟。5月初1，好，来要来读5个啊吼。即个田永兄讲是一名草树啊吼，一名吼，
对啦，即个量词讲一领较对啦吼。我就感觉讲一张怪怪吼，一张落坡是安尼使安尼讲啦，一名草笑啦。啊若面坡咧，面坡要安怎讲？我袂记啊，我真正袂记啊。好，再来人则老话吼。5月初4时的天气透西风，有3只帆船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坐126人，载去60担沉，4若蚵仔、3若虾仔，甲38箱日本丁运吼。5月初2，但1646年特别到一半吼。风甲天气像昨昏有一只帆船航往西南沿海，只敢若载有地床软，坐23个西南人。有下日的帆船对几啊所在来遮入港，就是有2只来自偏湖载来10担的番薯，甲5只猪啊，活的猪吼。有一只来自淡水，一只船来自淡水载1批葱啊，也有一只对打狗来载来100担的茶。做40个人，5月初3，温暖有日的天气吼，透南风，有一只帆船对偏湖来遮入港，载9个人，载来大批的即个小圆石头啊，也有2只帆船来自打狗，载有11个西南人，载来40袋米，甲65篮鹿仔肉。11包鹿仔皮甲一批切啊，有一只帆船来自西南沿海，坐61个人，载来陆下的物件，452篮冰糖，765篮砂糖，160袋米，1担茴香，10包麻布，2篮丝帽啊，甲6篮的切啊，是切啊啦，即个树啦吼，树子吼。树台语要安怎讲？我早起我袂记啊。即咱较早绝对捌早过，其实我是袂记啊。切，或者是熟、切。切声，拍切，五角的名叫做熟，好，熟还是切吼？人若切啊，当然毋是切啊，迄个数字毋知啥物件吼。好，今仔日接到下设商务员老爸对淡水寄来一张批，数期是顶个月的9号。哇！即个顶个月9号，即马5月初3吼，寄遮久才寄到。内容主要如下：首先，米伫咧淡水的少埔年大概会变形吼，就是超过因以早所咧推算的啦，你要讲担心讲无够啦吼，所以有捌写侪摆写批来甲阮讲吼，伫厉害讲切无够安尼。但是呢，即马讲应该是会有够啦，意思讲，理由是讲根据因你想讲，伫咧街人所收到的米，比对公社所处置的米还阁较少啦，吼。这意思是啥？意思是讲收的时阵，切啊收了有够额吼。其次呢，派去的迄个士兵伫咧顶个月20号到淡水咯，伊捌沿途来详细视察北区迄寡村庄，即张批写了奇怪吼。顶个月9号写的，结果写讲顶个月20号迄个派去的士兵已经到淡水啊，倒位毋对吼。伊讲即个兵呢，捌沿途详细视察北区迄寡村庄，并且命令迄寡居民爱尽责任，准时来缴纳贡社。对此呢，
迄歌看起来愿意，而且准备要安尼做吼，迄歌村社吼，也将会伫咧最近寄互阮一份迄个地区所有村庄的户口完整的报告。伫过人会当伫咧10天到12天内准备好1000桶的涂炭。淡水当局嘛已经准备要送现款去过人，阁收买500桶的涂炭。此外，还阁有180桶已经放伫迄遐的仓库，对阮的需求将会当充足来供应。关系到迄边的即个瘟疫吼，俄罗上帝情况已经好转，虽然讲遐还阁有人咧破病发热，但是呢已经无以早遐尼厉害啊。伫遐的驻军全部63个荷兰人以及19个奴隶，阮也收到牧师 Van Bryn 为着要转送迄张淡水的内批所寄来另外一张批，是顶个月31号对胡某人寄来。批呢甲阮讲，伫咧北区地方会议的时所算迄个缺席啦吼，缺席的所有长老，大部分拢来遮陈述因不缺席的理由吼，就是有来讲吼，为虾米无够吼？有人是因为破病，有人因为则无用吼，年老等等吼。因此呢，请示长官阁下是爱上述的长老个别去台湾领取罐汤，而且是要甲迄寡罐汤送去胡某人来由伊阁下，就是由即个牧师来分发互因。又阁讲 ，Syrian 村庄的人甲多萨马杜村庄的人吼，前一阵仔捌去上述的牧师来控诉，讲迪波拉村庄的人无理由来去恐吓威胁因，因此呢，请求阮来去保护因，去对付上述的村民。又阁讲，卡马扎亲自开动规个北区的长老，即几工来见上述的牧师。卡马扎伊遮注脚讲，就是瓜达王吼，就是王迄个洪家音先生所讲的大道藩王吼，叫做卡马扎。亲自开动几个北区的长老，即几工就是3月31号，伊写批即工吼，来见上述的牧师，特别来Van Bryn吼，特别来控诉伫咧五妈，伊写 GOMACH 吼，汉字写五妈。牛嘛吼，牛妈啦吼，五妈读做五妈。好，特别来控诉伫咧五妈北边的咖喱干村庄的人，讲迄寡咖喱干下底注脚写做无写，伊无写啥物所在，敢若写讲嘛读做嘛写做咖喱干，K 还是 C 安尼尔吼。迄寡咖喱干村庄的人，约伫咧2个月前，甲卡加巴拉洛村庄的2个妇女，卡加萨古勒村庄的迄个达波人，甲刀沙巴达村庄的一个少年人，伫因同齐要去达拉岸村庄找食软的时阵，甲因剁头刣死吼。为此来请求下达命令，用来对付上述的这咖喱干人，对迪波拉村庄的人。牧师 Van Bryn 亲信，只干那需要严厉来劝戒一番吼，即可上安无事吼。但是对咖喱干人，因为迄是一个无信的村庄，认为应该去甲因来正甲因要安怎讲，挫折一下他们的勇气，或者毋知要安怎翻译吼，挫折因的勇气，应该是就是。要去甲因教示一个啦吼，刣一下，互因的即个莫遐小摆就对啦吼，等等。又阁讲，就是即个咖喱干吼，咖喱干。又阁讲，伊阁下又阁旧病复发，虽然伊真想要去淡水行一逝，但是只好延期咯吼，就是即个Van Bryn。好，咱今仔日已经读超过时间啦，超过3分钟吼。5月初3吼，咱读到遮。感谢即个马文哥甲咱分享吼，伊有写即个，我拄则讲迄个 B 的各种迄个汉字写法吼，所以内底有一个坡字吼，即嘛足侪所在拢互人误会。感谢天勇兄吼。
有甲人讲一领草树啊，另外拄则讲辣椒，阮讲辣椒，但是因讲辣条就对吼。另外是一领面椒皮，一领面椒皮吼，相款啦吼，一领草树，一领面椒皮吼。好 ，OK， 感谢各位吼，咱明仔载再过来继续读吼，感谢，我要来关房。